Bảo quyết định nâng giảm mong bỏ lên nào cả nhau rộng. Nô nàng hiểu xương áo xa lên hình cậu y, trào lên hình cậu đau xin chết sự. Nô lì chứ lì cậu chứ. Nô nàng xa lên giá xa bởi mong xa mùa. 李克强主持卡国务院西部对筹开发领导小组会议。红火者进水县开工作内蒙州的群众宽单讲解宽革命动作。马中节目筛选文山市传进国家卫生蓝龙内诺。农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西部对筹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卡国务院西部对筹开发领导小组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西部对筹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韩正多开会。会议凝结了西部大开发向南央办的重点内容，试探通过了西部大开发第9步路执行规划实施方案。李克强说道：“继续那路，毛习近平同志多拿着的党中央领导导中，通过操盘多伙食肉，特别要西部地区的干部群众食肉狗蛋办的。西部大开发办得了对南到向南路，直到末路的容内路。但过西部地区发展至此，容之一速的问题还是满之路。要么习近平拿上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的卡，到挖党中央、国务院几次部署，早设着发展建用查，到挖发展理念查，展示发展格局查，草制少质量发展要求，使着草制内陆黑照，着落发展plan肉，挖多种保护行动内安，使着此战密集内，草制西部大开发内容办多种。李克强说道：“市场主体要市场压榨化完的微观基础，西部地区要使着板草配合市场主体，等待角落压榨化完plan肉，使着挖招光覆改革，莫让落环境刺可容，草制人人都超制内容，人人都制产，加今年要花莫肉莫不能市场，可落对货对照开放，就压榨今年让继续到西部地区发展。”要配合发展特色产业它产业产，板材的传统产业升级配杂为中高端产业，使用角落对产用内满岛定它矿产资源满岛优势，角落国家能源资源保障干弱，按杀基础设施水平，使着草制绿色发展。要头发展我都让保障它自然密集内，不让板plan板的容内容，草制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绿色我做容易数。按杀义务教育、山毛科毛、这鸟的那类保障干弱，角落政策板草，调动社会操盘干弱，加多次蓝色碰少使用版西部大开发。孙春兰、傅春华、王勇、小吉、胡立峰多开会。红火州建水县展首构筑单讲节新疆队伍，市人导战主义莫新疆单讲节。陶一林要一同参谋，要一同预备单营，来要建水县里面乡新疆单讲节的人，年弄弄都要抽奖用，蒙着对求高对规定梦新疆单讲节。党员们得本每兄弟7月1号要进党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铸雄呢已经没一波雄了。感叹少要鸟照里面乡的一路扫梦。一手一话莫奥博这种到土断人，莫狗被土要单人，新疆单讲节的人莫路蒙宽单讲节，加得规定蒙包单讲节干单战士。我敢被要抓上郑州当破，加入内一多一种话。个要花包容单，落来拿锻炼到学。对那个宽卡单讲节，要从和群众赛得落，蒙着群众宽。通过群众让农老节保的路，莫当的讲解，莫革命论着，莫得英雄的论着，莫引进都落的净水论着，宽卡口的群众农。红火州建水县卡单元干部优秀干部他模范代表对基层干所呢，挖到一波这条北路新疆单讲节队伍。做华南对一话没错切，他对他新疆来一查奥波不着北上。糟糕对民意关心的问题，他多次的约头。我们红色讲节、红色电影、红色论传、红色党斗的人，加对单营干部群众上山投资、学投资对么？加一些人些
土土短人都构筑单枪切。农地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党组书记、大理州长马忠景满座问三事，筛选环境卫生、基础设施、防控感冒他减最为等的情况呢。马忠景班大家满座乌龙社区乌龙少，查案老杂路前默自满震动，北新街以上澎湖区割草项目，湖滨农贸市场。城南潮下跨他运动经营，或者嚟口潮筛選利諾。鳥烏龍社區烏龍潮，大下大瑞sau人刷詞庫到松段，但佢還是冇一查口潮亂變潮。或者嚟採樣選地選走，只莫蘭真破，抓蘭只下對莫對問題呢一數很路。馬中間下達，也掌告屬地管理員節，電送灣個華領章，是從紅班對官辦到自籌潮。市属政治城中村城乡几户部，我哋抓烂起户时，直播学来学找传言，他抓烂。鸟湖滨农贸市场，马中间观察市场割草内容办到中。你下达，我农贸市场找割草中断，要此科卫生蓝龙突出问题集中政治的一切纳内容，来要加民意当中的一切要紧内容，也将受此出的管理干给。加秋末采样环境中，对脑后采样安情，加多次莫到招杀，脑到招杀。鸟城南可延展引擎托对秋末脑后，找暴露暴露时指出其问题，毛中进下达，加蓝龙染刷扎到药化中，只当主要部门也抓路管理他执法，最要紧的要出人抓脱要么中的卫生习惯，抓路显示也抓紧减用。抽制蓝龙染刷环卫责任制路时，照抽制蓝龙染刷环境卫生长效管理，真正莫暴露暴雷诺路时做球，加一路电交流一plan，加一plan交流一化，到朝学界管学社会监督，多户话多户管理中染刷。马中间下达，莫筛选乱，不鸟此科卫生蓝龙节能，还莫很大问题。所要问题排查制作球，问题清单增加制作球，问题处理制作球，主要学网址。干部群众组织发动制作球，多次指导山中办内容，监督检查制作球，蓝办的内容一数目。特别要鸟责任落实潜能，含办到制作球，责任纪律拿到之中，标准之上，办到中之中都之管。掌告华南没的问题，你下达。华南此科国家卫生蓝龙做了最要紧的多，要全在落下，那来要华南一切最要紧的内容，让同他组织增加。掌告没的问题，找到啥始终办他，我的问题清单一路路增加中，也拿中单问题清单让到可断很办。我从联点农组、联点单位、你务调查组、督战组。显示他查了部门也各种也领章，也认真办督查考核，陆陆里考，陆陆里比，一路里评估预查，一路里调度预查，一路里通报预查，也统筹办中查切内容，热烧青年环境政治也集训办，项目建设值得招送，保证群众亚洲社会拿球打脱，此科国家卫生蓝龙内容作假一环办达。负责人义用亚国卫生相关内容，传为工作有关部门负责人，他文山市督战组一次某筛选内容。文山市刘金乡豆子村通过新创增加，加班子成员挖沙锅老办内容，加米业莫沙乱办区，多次路能挖到干沙老。莫路班子查那时候，通过多盘协调。文山市农业、林草、交通、扶贫的有关部门呢，多火车就业去说，早办办不了内容，莫往河边上发展产业的给，通莫河上的给，我们操心内地的给，莫河办不了项目，才到直播的完来着，要想二查年龄高了着力外上，我给科上指导家的群众讨上口脑后，还采取同地阶段发展的文山市庆丰国有有限公司发展到一多以上。村委会动员的群众莫拿得找对么？文山市庆丰国有有限公司多交到一查一百亩资产，
对群众莫拉得找对莫，多户悄悄自杀外说。河边上的陈新强除了莫北门到拉得找去公司，而那子还多户公司外说，一向给了去到的早，地鸟头北上。刘杰团长，短子出的呢，一向奥多短的去要到不了完，华南的投资上就投资一岁了，投资价、市场、拉花、黄谷冲、长冲之路上呢，交到100项就没资料干涉，落来的少被想过纠结，有杂草的产业呢来一次花完收入，要黄谷冲上的资料干涉弄烂毛用，得找个龙者对我一面到上。得找明者，那么只求公分之内，那叫换过冲少，周末来多路产业，对群众对加上完的路产业呢花多少，去到咋？华南少市场么不只来咋一个，要地北上做地不上，自北就给做只就给，早一个么二来早了算，也比较包个花招。换过冲少来套中人下的，他还你叫资料干涉对群众只好三叫。要来你见到讲着，你叫了够项目，要他亏了就要你亏到最到。但国贸套中人往得交给，换过厂商的资料干涉交到1多引导。交讲到么，过一会儿是来一惨到脚踩来涨，过交北路上呢的群众交到北部一讲到么，华南下路还是去到涨，过容啥很。投资村委会老板资产呢，除了南方主义家的群众都去到涨。哈，我多种的海瓜的群众上团程多，我的风俗习惯够这种来着。江西村规民有要老板资产呢，我村级管理了一座容给，对头毛一查多年也好久，到麻将、治生活的问题呢，等他开办指会、群众会办大村规民有，我多种管理到底多少，他多少，还莫采取那些导完导致环境卫生、办定冷定酒这种的习惯对呢，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多多地办出的工作呢，成了村规民有的监督执行人。看你把我讲最巧办，我讲来炒，看过你把那么淡么定做好事，我种烧火，被我上等的看你把，管你把学走生活，我多次多好事说，对这个来老头办定冷定结婚的那我多能大操大办，错行错嘎乱，伢丢杂的情况呢？要换过厂商套中领业，舍不得完到这起楼啦烧火事，只么一头抓烂。华南北草路上火烧的那个，还么公共好车对火事，要做采一年级到完到这，火这的起楼啦烧火事。华南的投资上到中好平抓着，一路路这场浪发融购着，一座座给水泥楼啦做了采一年级好种，对产业划到1多以上。群众能1多1产多，一路路融购融了的人少正流水挖到。诺那里他国给路蒙被一次路给一路路，楼梯楼道。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碍手碍脚。碍手碍脚，苗语是这样说的：楼梯楼道。请跟我一起说，碍手碍脚。楼梯楼道，楼梯楼道，碍手碍脚。你在这儿碍手碍脚的，我不好做事。高娘头呢，楼梯楼道里，谷之中挖护路。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顺着了。容兰宝佢啲人专门，弄那来蒙差价还从头呢，顺着了。